梅夫人简皮林是一个用梅为做主题的日本作家，因正爱去梅为一路开始乃路去亲梅为、为梅为，而今日同梅为有过亲密感情。2009年，以有志工去到后同清洁别墅，和文梅为有个好嘅生存空间，个唔会被骗嘅。没想到后同里面变做某艺术分享嘅观光景点，后同变有名嘅梅夫人啥感觉去艰苦哦。有人呢讲伊下体作秀，2015年如家听我离开，一个时间以提醒做关系嘅生活也能做好，推上线路边做以疗伤嘅素材。每认真安尼，伊也有机会韩国接群土地。我们会直接沿着滨海这样沿路一直喂下去，喂到那个马冈、头城，然后再从那个雪穗回来。四点茶的行下梯慢慢的路风，做点饲料韩国罐头。今晡日我哋就要停定去梅夫人见毗邻，乡下去尋個條梅味。聽到梅夫人在喊，梅味就一隻兩隻鼓拳呢走出來，行到家順風。快點來，快點來，都沒有要出來哦。其實以前都會在網絡上去找啊，然後就是哪裡有貓，但像這個訊息就是登山客給我的，就會去開車去找。安平，你怎麼變那麼瘦？每一隻梅味見攏係咩出名嘅，係咪東關新聞門講失敗麼？梅夫人講以前佢媽唔介意梅味。青頭線係為到翕相，才開始為梅味嘅。因為拍照我都會帶飼料跟罐頭啊，因為有時候接貓你就是比較沒有像家貓吃的那麼好，我就會拍照的時候順便去餵它們啊，餵一餵就餵出感情啊。唔單止會將梅味味道飽飽，還會將梅味鹽體點肉嘅關心佢人嘅空間。家庭主婦嘅簡毗鄰，自從開始關心梅味嘅生活以後，冇很多青春提做乜嘅太投入用嘅。其實我以前所有的時間精力都花在救援貓咪上面，就是以前是投注在猴硐時間非常多。我們家小孩都知道我還沒有回家，一定是在猴硐忙。然後一大早出門，他們出門，媽媽不見了。2009年，梅夫人喺部落甲方抽志工到後空去變數。佢認為要有好嘅環境，流浪嘅梅味將會健健康康。他們去就是幫忙消毒那邊的環境啊，然後就是提供飼料嘛，然後叫他們說要清，就是盤子餵完要清嘛。然後我們去，我們以前那時候是一段時間就會定期消毒，然後點藥，幫貓咪點藥。在我還沒有去猴硐之前，這些貓其實是生病死了、餓了，沒有人知道。那現在是因為有志工、有居民、有店家，隨時在第一線告訴我們哪一隻貓需要怎樣的協助，甚至他們的3餐是不用去擔心會餓到1餐。我覺得對於生活在那邊的貓是好的，是好的。只想我對梅味好聽、按簡單的想法。冇想到後空才被變做用梅味做主角嘅觀光景點。唔過後空出名嘅梅夫人才受到傷害嘅，又對佢唔好嘅看法傳出來，因為佢係做本人看呢，係愛利用梅味來出名嘅。本但一路講嘅佢未唔記，有冇有人安尼想？就像猴硐，很多人會覺得說我去炒作一個地方，然後讓個地方紅了，然後我是求名求利，或者是什麼，就是很多的那個，我就覺得為什麼人會用這樣子的態度去看待一個人？後空事件，千多人議論，2015年佢先出嚟推出來，佢當時睇關係，爭起好2年嘅部嘅，就係愛奶佢嘅所在。其實受傷。應該也還對啦，是受傷，對，自己太投入了啦，這怪不得別人，自己太投入了，對。然後剛好對無縫接軌，就剛好花更多時間在種菜。
本但透从人拢喺那睇都市嘅苗夫人一次来到嘅关系，将有机会按接近土地，将真正嘅了解到人家讲嘅，人爱脱体气，将会落乡吃菜。我觉得啦，就是都需要大自然，就是要跟大自然亲近。那刚好那段时间有很多的机会，然后就开始种菜啊、养鸡啊。其实也没有想到说它可以有这么大的效果，对于心情上的。條蛤蟆比到出鐵錯誒，三年多睇事情。哎呀，那个真的是一个浩劫。想说那个除草，你知道吗？你们两个夫妻还去买那个除草机呀、然后怎么除，你知道吗？1、2个礼拜，它真的是长得超级高的。那个药行的老板呢、就跟我们说啊，你用这啦，这就5号的呀，后你当。就回来喷，哇！马上哦，隔天那个根部啊，从底下黑到上面，然后整片後沙，好像那个明天過後。好嚴重造成嘅大問題，究竟可唔可以愛社會愛好好對待土地？一下菜本蟲嘅事體咧，佢就會關鍵許多市場嘅賣菜用嘅在中國，嘛會同店頭家搶高講，種菜有按度買嘅價。蟲會不會吃？跟青椒一樣，多多少少。好。我上次吃一半，但还有一半存活。我现在长大的，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芥蘭，还是高麗菜，还是我已经搞不清楚了。佢是種菜搞經濟嘅係，視察我停停節氣，某個時節是某個菜，一下幾個都從事有空間，點到情感車後空事件。当你有这样子一个环境氛围。其实人的心灵它是慢慢打开的，你就是会去接受这些所谓的动物啊、大自然啊、花草树木，然后相对的，你接触到这边的人，他释放出来给你的讯息跟情绪，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，所以其实我很喜欢来这边生活。因為天向蘇體關係嘅生活，苗夫人時常會請朋友到屋企來煮菜食飯，對做下多飯做，佢都冇聽表態愛過環保嘅生活。人吃桌上吃剩下的，你不知道怎麼處理的時候，雞就是最好的廚餘機。所以在這邊用餐，其實我覺得是一個很環保的概念。你看哦，剝成這樣呢，不能怪他們，越新鮮的蛋越難剝。我現在是屬於雞農咯。種菜前唔別嘅苗夫人，佢幾度100人扎嘅雞，你佢吃到一定10批嘅。乖，好。啊，有小雞出生了，有小雞出生了。等一下，你到底有沒有在孵啊？有沒有被室溫起啊？這個量就比較孵，就成功率會比較高。怪雞嘛，用冇好好鋪論咯。看到雞子냠時前唔判得，就驚啱冇睇一隻天然嘅廚餘處理機。佢當時為學雞，韓國學現工就係要做到循環經濟，韓國對土地好。有沒有？裡面都是蚯蚓，然後我就會把一些廚餘的丟給他們吃，它就會分解，然後它的大便啊，很多的養分，然後它是菜園裡面最頂級的肥料。那這香草類的，以前我不愛種，後來發現它還蠻好種的。也係苗夫人代替關係嘅時間，因來研究嘅，種下嘅生活本佢體驗到，何乃項事情看天愛萬人來做，來到台三線，幫佢哋心情，幫佢哋微笑，佢嘅人生路就見行見開揚。